农历6月7日天凤节，好爷的圣诞大安凌霄宝殿武龙宫将伫迄日天，除了举行传统的祭天保运仪式以外，今年佫专工传细型的八仙彩，要有信众来跋杯。咱的八仙彩会当放在咱门的入口处的顶悬遐，互你安尼随进入门啊，喜事进眠，喜事连连安尼。另外，庙方准备金宝卵，要互信众免费来领。咱当日会甲请遐顶悬，意味着所有的信众来望到金虎爷，会当人啊福报连连。新历6月30日，庙埕佫有7星平安桥，要有信众会当来祈安消灾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